延前200多天的總預算案總算是有進度。在行政院長杜榮泰到立法院做專案報告了後，今年度的總預算案就會當交付審查。但是傳出講，在野黨團可能會把媒體宣傳費、甲陸委會等等的預算甲汰掉。杜榮泰是回應講，會檢討，讓每一筆錢攏會當發揮效果。是不是變成圖利到有些的媒體去了？一件事情，我們必須要強而有力的，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充分的說明。嫌疑耶。美執政黨敢若將國庫當作大聲公，背後就是要標準媒體宣傳費用做審檢。行政院長杜榮泰很會預算。我們從這個地方來檢討，如何強化，讓每一筆錢都能發揮效果，而不是把錢都刪掉了，讓政府沒有防衛或是初級的能力。就上總預算已經有進展，在杜榮泰專案報告了後，就使交付委員會實質審查。不過在野陣營分證合構，除了按上台媒體的宣傳費，嘛鎖定陸委會監察院等等預算。針對我們軍人加薪跟這個警察人事條例，你們修法未來的考量是什麼？賴總統5項對軍人的加給146億，不能說是不多，但是應該還有更可以加強的地方。我們就從這個空間來把它找出來，既符合大院的期待、委員的期待，也更符合對國軍的照顧。對總預算準復過，不過朝野協商，佮要求在總預算案付費半年了後，提出軍人加薪水、天災鋪減少退休金等等，將做審查的高額條件。另外對新型預算718億，杜榮泰馬喙放靈光會隨處理。今天就會馬上處理這個718億，對。那麼今天就開始，今天就等一下復委之後，我們就會處理。這是民眾黨團聯會負責制重大議案要未表決，提出再修正動議前動會期。建請本會期要延長到8月31日也能夠讓賴清德政府補足程序。不過協商無達成共識，所以院會會等後日才可表決。Hello， 我是張新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